对平湖的乡亲来讲，元宵上要紧的代志，就是倒一间宫庙的金龟上大只。所讲的北极殿，今年的黄金龟有260两重，是上重的一只。另外，山水的上帝庙，大细只的黄金龟加上金龟卵，总共有372两重，价值超过1000万。替金龟开工，平湖元宵的重点节目起龟闹热灯开，不少民众到现场要来看这只大金龟。各位金龟的头望到尾要放这个喜气，连外国的游客嘛入境随上作为体验。I'm happy with it. Yeah, I'm honored to come. 望金龟讲会带来好运，每一个部位拢有特殊的含义。望龟头，趁钱起大楼，望龟壳，趁钱运达达。这只伫所港北极殿的黄金龟有260两重，价值超过1000万，是全国上重的一只。信众收钱捡法师分享的贡品，配合另外一间伫山水上帝庙，同款嘛有刻金龟的活动，而且随着每一年民众的心愿，一直拍金龟囝甲金龟卵，大大小小加起来有372两重。伫电视箱内面闪闪烁烁，每一年每一间宫庙拢有伫金龟的数量甲重量顶面互相的比拼，即嘛变成平湖元宵上界热门的话题。